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sabella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喺西貢頭段10年裏邊咧罕有嘅臨海地段嘅豪宅。咁呢一個咧就叫威 Sand Cove。咁呢一個豪宅嘅盤咧，佢係分成有6棟嘅洋房啦，同埋有5棟嘅分層單位，總共有40伙嘅。咁而家前邊大家見到嘅咧就係一個好遼闊嘅遊艇會嘅海景。遠望我哋見到有呢個康湖居啦，同埋呢一個白沙灣遊艇會同埋康湖居嘅遊艇會。前邊臨近呢一邊咧，就見到有一個紅樹林區自然保育區嚟嘅，入邊亦都有會見到咧有呢個白鷺嘅。咁成個係一個好優質嘅生態環境，好寧靜，好舒服。咁而家咧我就帶大家去睇一睇呢個單位。我而家要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係3房3套。總共就係2196尺嘅實用面積，亦都係包咗一個699尺嘅天台啦，同埋有一個咧592尺平台花園嘅。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睇一睇呢個單位。喺呢座臨海洋房嘅大平台花園，嘆下咖啡，聽下雀仔聲，做下瑜伽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接收到天地嘅靈氣。廚房全部採用國際頂級品牌設備。專屬私人升降機直達停車場。主人房同主人浴室都採用咗落地大玻璃嘅設計，可以見到出面嘅翠綠山巒、碧海藍天嘅美麗景色，好似去咗露天風呂咁 relax。如果大家對於威 Sand Cove 呢個臨海豪宅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同我聯絡，我係 Isabella， 下次再同大家介紹其他樓盤。拜拜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